来，那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马拉基书4章5到6节，再一次来。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马拉基书4章5到6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要用这首诗歌献上感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隐藏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隐藏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圣洁又公义的阿爸父啊，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不论是忧伤、痛悔的心，不论是带着困苦、重担，或者带一个喜乐、充满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啊，谢谢你，你用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接纳我们，不论我们做对做错，你都爱我们一样多。谢谢天父的接纳，谢谢主耶稣基督移去我们的劳苦重担，谢谢你，让我们靠着主你的应许重新得力。谢谢主，让我们在你的释放当中得自由，得以自由来敬拜你。谢谢你所赏赐给我们一切的福分。如今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做圣工所用，愿父你来接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坐下前彼此来祝说：圣灵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请坐。圣灵与你同在，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说你们一起去同心合的传福音哦，圣灵与我们同在，他也赐给我们圣灵哦。好，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读经的进度看到撒母耳记下那个我们的同工空调稍微开一下温度调一下，太热了还是我们太热情太好，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18章，我们要读1到17节1到17节。好，牧师读单数节，我们来读双数节18章的第1节，
大卫王集合所有跟从他的人，把他们分成1000人和100人为单位的队伍，每单位有军官指挥。然后把他们编成3大队，分别由约押的弟弟亚比筛和加特人以太带领出发。王对他的手下说：“我自己也要跟你们上阵。”他们说：“你绝不可跟我们上阵。如果我们败退逃跑，甚至于半数的人都被杀死了，敌人是不在乎的。但是你一个人抵得上我们1万人，你最好留在城里，随时策应我们。”王说：“你们认为怎样好，我就怎样做吧。”于是他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1100的挨次出发。王命令约押、亚比筛和以太说：“为我的缘故，你们不要伤害那年轻人押沙龙。”全部兵士都听见大卫对他的将领所下的命令。大卫的军队出去到田野，跟以色列军队在以法莲森林里打仗。以色列人被大卫的部队打败，死伤惨重。那天有2万人阵亡。因战事蔓延到周围田野，死于丛林的人比在战场上被杀的人还多。几个大卫的部属碰见押沙龙，当时押沙龙骑着骡子经过一棵大橡树底下，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骡子跑开，他就被挂在树上。有一个大卫的部属看到这情景，就报告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一棵橡树上。”约押说：“你看到他，为什么不就地杀了他呢？我会赏你10块银子和1条皮带呢。”但那人回答：“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动一根指头伤害王的儿子啊！我们都听见王命令你亚比筛和以太的话，说为我的缘故要保护那年轻人押沙龙。如果我违背王的命令，杀了押沙龙，王一定知道，什么事都瞒不过他。那时你会袖手旁观的。”约押说：“我没时间跟你啰嗦。”他连忙带着3只矛去，趁押沙龙还活着，挂在那棵橡树上，把矛刺透押沙龙的心。有10个约押的侍从跑过去，把押沙龙杀了。约押叫人吹号角，停止攻击，他的军队都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一起来。他们把押沙龙的尸体丢在树林的一个大坑里，在上面堆了一大堆石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往自己的家乡逃了。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家庭的破口如何去修补啊？如何造成家庭的破口是什么样的原因哦？有一架达美航空194班机，它要从美国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目的地就是要飞往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哦。那起飞大概2个多小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生物危害的事件，所以机长就联络塔台。就说我们机上发生了一件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时候必须要返航。原来是一个这个乘客肚子不舒服，所以一直拉肚子腹泻所以招北离你知道吗？就你知道拉肚子过那种来不及的吗？对，哇，就那个走道一直到厕所都是什么？都是屎所以这个机上的服务人员就拿那个纸巾要去擦，要去遮盖但是那个臭屎味还一直在，你知道吗？蔓延了整个机舱因为你知道那个飞机里面的空调是怎样？
不像我们开车说里面很臭，我还可以对流，对不对？外面的空气可以进来，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受不了了，整个机舱的人都受不了，臭到快死掉了这样所以就飞了2个多小时，没有办法到他们的目的地，结果就返航了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纸张去遮盖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臭味实在是无法去除去整个这个舱内一个家庭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破口，就好像生物危害的事件一样那种臭死味在大卫的家庭当中一直蔓延出来，从他自己、他的儿子，一直到他的国家。我不知道你们刚才读到这些经文，然后杀死以色列人是杀死谁啊？跟你旁边说杀死自家人啊，自家人啊，这些无辜的将士啊、兵丁啊，因为谁啊？因为父跟子啊，这2个人的冲突，亲子关系的破裂，一个家庭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对不对？我们看到真的是因着父子、因着兄弟之间关系的破裂，所以导致后面的家族、家人、以色列人自己的内战，为了就是要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是一个生物危害事件一样，一个臭死味如果蔓延起来，我们看到整个大卫的家庭，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可能因为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导致整个家庭的破裂纷争。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新闻屡见不鲜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你知道他在数点在安排。如果你知道你要战争的对象是你的亲人，是你的手足，你会怎样？痛苦啊！为什么要走上这一步啊？我们要认识这位慈爱又公义的神呢，他必定要对付罪，对不对？所以要牺牲，他要满足他的慈爱啊，所以要怎样？就是满足公义，要对付罪嘛。罪就要付上代价，就是要牺牲嘛。那满足他的慈爱，是因为把罪除掉，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他输啊，谁比较输？上帝啊，对不对？他都要付出啊。他为了要得着我们，所以他自己成为人，耶稣来到世上，对不对？用独生子这样的概念，让我们知道唯一的为我们摆上，不是他自己吗？三一的神，所以耶稣是他本身来到世上，彰显神的慈爱。第二个，我们要提醒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与主的心意对齐？还是我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神的道路？这都是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动作可能很熟悉，对不对？来比一下来，把你的手比一下，来比出来。这个动作常常在比谁啊？敌人啊，或者在指责啊。弟兄姐妹，记得牧师教过我们无止的祷告吗？这个要比谁啊？要比撒旦。我告诉你，你在我的亲人，我在谁的身上没有权势。但是我们常常好，可以放下，常常就，当你生气指责的时候，你就会这样，对不对？所以会造成整个家庭的破口。所以今天有什么会造成整个家庭的破口？我们看到大卫他在很平静安稳、很安舒做王的时候，在11章啊，撒母耳记下11章，哎呀，没事闲闲逛啊。那个地方大概我有去了，就是我们去以色列，那个导游就会带我们大概这个大卫他的王宫大概是在这里真的看下去看得一览无遗啊。有一天就看到什么
看到人家在洗澡啊。所以眼目的情欲啊，看到美女洗澡，私欲怀胎，然后呢，我们看到一连串的罪的事件就引发。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只有他，还有谁知道？啊，恁到底有在读圣经无？如果你有 follow 迦南之声，你就知道他的侄子对不对？约押对不对？他偷偷告诉他，你去设计这个拔示巴她老公在你的麾下，好，那你用计然后把他派到最前线，那你们后退，真的很奸诈，对不对？让他死在敌人的面前，借刀杀人。就是因为这样，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有一天拿单来告诉他，先知拿单说什么？用一个故事，拿单也很谨慎啊，用遇到故事告诉他完之后说，那个人就是你了。哇，大卫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懂得赞美神，他懂得在面对罪恶的时候自己认罪。没有人完美但是为什么他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就是对的时候他尽情的赞美敬畏，不对的时候他接受，然后他在神的面前他认罪悔改，他祈求上帝给他有重新正直的灵，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好好去读圣经我们看到这里11章，然后接下来12章就要付上代价了。我们一起来念来。你既藐视我，取得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你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有没有？有啊，日光之下。我们看到他的儿子公开睡了他的嫔妃，有没有？去看神的话应验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知道，不是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这件事情，神透过拿单的预言之后，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事了。接下来就是暗嫩的事件，对不对？暗嫩做了什么事？看到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押沙龙的亲妹妹，看她漂亮美丽，哇，恋慕她。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就用计约拿达，好，我帮你设一个计谋，你假装生病，好吧？然后王来看他，他要求说，哎呀，让他玛，不是他玛不是骂脏话他玛来照顾他，哇！然后他又用计叫人都走开，让他可以单独跟他在一起，最后就强暴了他玛。我们看到什么？台语讲有样看样，无样安怎？家己想就有这个父亲的样，然后儿子学然后还怎样？爱恨情仇都来，恋慕他，得到了身体的肉欲之后呢，就叫人怎样赶他走，把他撵走。他玛曾情何以堪一直讲好像在骂脏话这样情何以堪，对不对？所以他就撕裂了他的衣服，然后蒙灰，这样就是表示他很痛心，他很难过。谁看到上帝当然知道，还有他的哥哥押沙龙，怎么回事？他也知道。OK， 好，人家说君子报仇怎样？3年不晚那押沙龙就是小人因为他2年就报仇了。对，所以我们来看眼目的情欲真的是会影响，特别是现代我们看到这一些的科技AR 啦，或者是电脑等等，你知道那个影像是会捆锁人然后让人要花代价去花钱去付代价的
所以不管是物质的欲望，或者是情欲，我们看到这个都是在影响我们这个世代。媒体垂手可得，那这些一直就在影响我们。那这个也在让我们整个家庭破裂的一个原因，就是情欲、物欲。第二个，我们看到权力的欲望，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当他3年因为他用计杀了暗嫩，然后呢，他逃走了3年，到外邦去。约押看见了大卫思念他儿子的心，所以呢，就用妇人的计谋，一个聪明的妇人说了一个故事，遇到故事，所以要跟大卫对话，要用故事，你知道吗？故事完之后，他都落入在那种陷阱里面。他说我替你解决，最后说那个人就是你啊，跟先知拿单一样。所以这个妇人背后其实高手是谁？约押，是约押叫这个妇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押沙龙回来。OK， 所以我们看到押沙龙回来了他逃3年，然后回来2年，2年大卫不见他，有没有饶恕啊？你觉得有没有饶恕？没有，心里还气，还是他面子挂不住？我们不晓得，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圣经是可以让我们讨论。但是到最后，我们看到押沙龙他就是找约押，拜托了，你帮我安排好不好？帮我安排，你来见我，帮我安排，让我跟王见面。因为2年，我回来2年都不见我，约押不爽，约押不去见他，你太自大了。押沙龙也不爽，我叫你那么多次，你都不来见我，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有谁知道？烧了什么？烧了他的田啊，烧了他的庄稼。约押很气啊，所以用这个激将法来见他，你知道吗？所以约押很气，气噗噗啦，你为什么烧我的田啊？拜托了，你帮也没有讲拜托，你帮我。要求人帮助，还这种态度，你知道吗？生命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人真的要回转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做表面功夫做得很好，所以约押制造机会来到王的面前，然后他也这样抚摸，然后亲吻，好像一场和好。其实不然，后面还有风暴，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押沙龙他很有公义心计啊，然后呢，他就在城门口，他有50个人开路，然后预备这一些的马车，然后好像一派王者风范，好像要取代他的父亲啊。他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呢，做什么？你们要有纷争，对不对？来，我来帮你们排解。王很忙，不用去到那边，我就可以帮你们排解，这样可以吗？大家就1天2天，然后又王都不理我们，然后怎样？把这些群众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后来，大卫王怎么都没有案件呢？原来都是在城门口在协调的时候就被挡住了。押沙龙心机重不重啊？重。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想要权力，就使人骄傲，连他做的气派都会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也开始造谣啦，大卫怎样，他很忙啊，他不会管你们的啊。所以玩弄整个政治权术。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整个大卫的国，因为一个家快要瓦解了，所以对战这是在我们看到在第15章里面第三个我们看到苦毒怨恨仇恨盘根在里面生根建造，你知道吗？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情欲眼目看，然后有这样苦毒啊，行动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押沙龙要替他的妹妹报仇啊，臣服了2年哦，2年计划安静，然后呢，把所有的王子都招来。你知道发出那边那个时候也有假消息，你知道吗？也有假消息，对，人家来回报给大卫说，你的儿子都死掉了，对不对？他哭到这样，然后呢，后来才又知道说啊，没有，只有暗嫩一个死掉，没有全部都死掉，因为其他都逃掉这样。哦，好，所以我们看到来押沙龙他工于心计，然后安排计划，一起来念来。押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哇，杀人啊，怂恿人家，你就怎样，不要惧怕，对不对？就做下去就对了。哦，不要怕。”我替你们撑腰，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一个苦毒、一个想法没有被挪开，愤怒没有被挪开，后面造成的就是自我的伤害，整个家庭的破裂，然后呢，国家的分裂，看到吗？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修补啊？我们做一个家庭的一份子，我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有这样的纷争，你怎么去修补啊？我们来看看圣经保罗怎么样告诉提摩太，一起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哦，上帝说把他们灭掉，因为他们所做的祭祀都是敌对神，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到最后还去敬拜什么巴力、亚瑟拉，参与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充满了淫乱，充满这一些的败坏不道德。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神就不喜悦哦。那保罗他告诉提摩太，就是他的属灵儿子，他也是这个以弗所的主任牧师了哦。告诉他你要避免什么，你要怎样做。所以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眼目的情欲。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是一样，他在祷告当中，你让撒旦会影响他，对不对？来给你看一下，如果你拜我这些世界啊，你拜我这个石头可以变食物，对不对？看一下，看就中计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撒旦退去，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的话。所以要读神的话，跟你旁边说要读圣经。你要同那清心的人一起祷告、读经，让神的话活化出来，让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可以、不可以，要避免的，要去追求的。这是第一个，同心祷告，同那清心的人，谁是可以成为你的属灵同伴？一起祷告，一起 RPG， 一起读圣经，一起这样的分享。第二个，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你的爱要表达出来，表达要及时啊。有时候我们来不及啊。我看到很多家庭哦。他要在最终，当人要临终的时候才表达出来，有的甚至没有机会，你知道吗？有的很棒，还在他对方有意识的时候，表达他的道歉、道爱、道谢，还有什么？道别。不然有的来不及道别，几十年了还怎样？活在那种分离的痛苦当中。没有办法去释放，特别是最亲的人，特别是陪伴你很久。礼拜六我去探访，就是失去了老伴，怎么很多？
没有办法去释怀啊。我说这个还要一段时间啊。你知道大卫他思念他的儿子啊，但是他就说不出口，拉不下脸，他不愿意表达，不愿意怎样退一步，或者说接纳。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家人有嫌隙的时候，你要抓住机会，可以表达内心的思念。明明大家都看得出来，但是他就不愿意去做，不愿意去怎么样去解决啊。第四，我们看到他到后面他怎么样吩咐他的将领对战了，已经到那种地步了。来，我们来一起来念来。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是怎样？饶恕，但是饶恕要当面讲嘛，饶恕要面对面嘛。但是我们看到后果是怎样？有人听，有人不听，结果呢，错失了那个良机啊。所以我们看到押沙龙很可惜啊。圣经描述他是怎样的人，知道吗？从头到尾说没有一个什么缺点，长都要set到好了。你知道他的头发一蒲头发要去修剪很费时的，哇，很绵密浓密，但是也死在那个头发。他骑着骡子，然后呢骑，刚好一个树枝来不及，就掉在那边，你知道吗？成也头发，败也头发，所以女士们，你们在 settle 的时候要注意啊。对 ，OK。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真的很讽刺了圣经学者作者只描述说押沙龙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缺点，但是没有讲到他的内心。只讲到大卫有没有？他好坏都讲不好就是悔改，但是没有提到押沙龙的内心，很可惜那这里我们看到他怎么死的？头发挂在那边，然后动弹不得，就掉在那边然后看到人还不敢马上杀他，因为听到大卫的声音，听到大卫的话，不要伤害他，对不对？善待他，宽容他。但是呢，约押怎样？君子报仇，3年不晚，对，他就不甩谁叫你烧我的田？虽然这段经文没有描述，但是我想也 Q 分了，就在里面。最后就吩咐人把他怎么样？有没有射过飞镖？射过飞镖，枪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当时候愿意真的饶恕，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父子的对战，然后呢，整个国家的内战。弟兄姐妹，求神来怜悯我们在这个世代，神爱我们，所以他主动的为我们解决这个事情。那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在家庭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提醒我们，一起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很感动，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讲了一句话：父啊，怎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怎样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父啊，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耶稣赦免我们。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这样。我们愿意吗？在家庭当中可以愿意彼此来赦免吗？在你的家庭，可能哪一个弟兄姐妹或者父子或者亲子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被伤害、被得罪？有没有得罪你？
我在对我儿子讲了哈，他现在不敢讲。求神来怜悯我们的家庭哦，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如果有神不喜悦，真的就是像刚才讲的，彼此认罪接纳，彼此饶恕。我们知道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慈爱不改变，但是我们会改变啊。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如果不愿，我们不做，那个破裂还是在那边，那个破口还是在那边。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首诗歌说：儿子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子，这样的关系是一个修复啊。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放下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脸拉下来，抿住啊。我们恳求神来怜悯，真的。如果家庭要合一，这是在神的爱里面彼此接纳。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在我们家庭哪一个是破口，哪一个是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渴望看见吗？看见神在你的家庭当中运行做工吗？看见神的爱充满在你的家庭吗？愿意看见你的家庭充满神的饶恕吗？彼此饶恕吗？彼此接纳吗？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主，无助寻求里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进每颗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弟兄姐妹，你渴望吗？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圣灵如风的吹起每个枯干的心里，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不停地祷告，不停地呼喊，呼求父亲领导这时代。不停地叩门，不停地寻求，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弟兄姐妹，呼求
吧，不停的祷告，呼求神在你的家庭来运行来工作，呼求复兴临到这时代。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地。神灵如风的吹起，每颗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祷告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合一敬拜你。弟兄姐妹，你跟儿女的关系好吗？你跟父母的关系好吗？如果都还在，有那个机会，如果有这个嫌隙，可不可以求神来怜悯帮助？不管是对父或是对儿女，愿意彼此有这样的一个接纳，把那个破口堵住，修补你家庭的一个破口，让神的灵来感动你。一个家庭破裂，导致一个国家的分裂。我们恳求神怜悯，怜悯这个世代，怜悯我们的家庭。还好，因着有神的同在，因着有圣灵的启示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觉得你不被医治、不被接纳，还在伤害当中，我们开口来祷告好吗？求神来医治你，求神来释放你。我们让神的和睦和好在我们的家庭哦。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神知道你所受的。主，我们渴望看见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我们希望一个家庭是合一的、和睦的，同在神你的心意里面。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境况，每一个家庭的破口。愿神你来帮助我们，堵住那个破口，修补那个破口，修补那个亲子的关系，修补那个婆媳的关系，修补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主，你知道，唯有你的话告诉我们，饶恕才能被饶恕。恳求你施恩，恳求你赐福。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代价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帮助我们能够修补那个破裂的关系。天父上帝，你爱我们的就是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一旦我们的家庭破裂了，就没有这丰盛的恩典。恳求你用你丰富的恩典慈爱来修补我们。主圣灵感动我们，愿意彼此接纳，在我们家庭里面，透过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回到神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一起经历你丰富的恩典，让每个家庭都是过得丰盛有盼望的家。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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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彼此来祝福，说神的平安与你同在。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